金鐘有一個寧靜嘅秘密空中花園，你知唔知？你有冇好好去認識下自己住緊嘅城市？今集我哋嚟到中上環呢邊，繼續探索不為人知嘅地方。我哋先帶大家去一個隱於鬧市中嘅天際線景觀行人天橋，經過全球排名第2嘅麥當勞旗艦店，穿梭好似孖山公園之一嘅熱帶雨林世界，仲會去藏身於高樓之間嘅冷門纜車中途站。Hello， 大家好，我係阿朱 Johnny。上一集咧，我哋就由香港仔鴨脷洲之後咧，我哋而家就都係留喺呢個港島區。我哋今次咧嚟到呢一個中上環。咁啊嚟到呢個人煙稠密嘅商業城市啊，咁我睇有啲咩有趣或者係可能少少不為人知嘅故事啦。即係唔係蘭桂坊啊、SoHo 嗰啲，可能會經過啩，唔知咧。咁我哋俾啲神秘咁大家睇一陣間，我哋會去到邊啊？好啊好啊，我哋而家第一站去邊先呢？出發前梗係要裝備好自己身體啦，梗係食嘢啦，係咪先？好啊。咁我哋準備去食嘢啦，1、2、3食啦，去。 1 hour later。喂 ，testing 1 2 1 2有冇係有。 ？OK， 可以。我哋嚟到呢個好繁榮嘅，終於嚟到呢個金鐘。我覺得金鐘咧個地標咧就一定係金鐘嘅 M 記啦。即係點解好似大家講 M 記都會諗起金鐘點解海富嘅 M 記咁樣？即係都係金鐘一個好重要嘅，變成咗一個地標。冇錯係啊，唔單止佢係一個重要嘅地標啦，原來佢嘅業績咧都係好標誌嘅喎。佢唔單止全港最高營收額嘅一個 M 記啦，其實喺全球嚟講佢都係排第2嘅喎。即係講全球嘅總 M 記單一間鋪嘅總收入，咁佢僅次於英國。所以其實即係證明到香港人，甚至可能喺度翻工嘅外國人都好中意食 M 記。係啊，都好中意。都幾誇張喎！頭先行過入去食嘢咧，都唔係話真係勁大，正常一間 M 記嘅 size。同埋佢嘅職員數量係普通 M 記可能係幾倍咯。係啊，但係講緊真係，如果你話最旺嘅時候，其實呢個係可以排到鋪頭出邊㗎。當然而家有咗嗰個自動機就好啲啦。同埋金鐘都冇咩食啊嘛，大家覺得。咁所以金鐘就如果真係大家諗想快、想簡單，都會揀呢度咯。係好多時好似有活動都會喺呢度搞，即係拍廣告啊。真旗艦店啊呢間。M 記中意食咩餐？以下開放留言。雞翼。灼雞腿包。你一定要有薯條啦。薯條係基本啦。根據分析，金鐘海富中心麥當勞可以成為全球第2繁忙分店，最主要嘅原因係佢喺 CBD 嘅核心附近，又有政府總部，又有高等法院，仲係上班族嘅集中地。每小時高峰呢，超過1000位顧客，服務超過2400萬人次。咁我哋而家就去由呢個嘅金鐘出發啦，多唔多嚟金鐘啊？都有嘅，間唔時都會有嚟嘅。咁我哋而家就係上山去呢條，去咦？邊度咧？我哋搭 lift 上到嚟一個神秘嘅地方，請介紹。冇錯。咁咧見到呢度，哇！好似水泥建築咁設計，咁好有風格，同埋好有呢個嘅都幾歐洲嗰個建築風格。其實呢度咧就係喺金鐘，即係佢後邊嘅一個叫做亞洲協會嘅香港分部嘅中心啦。呢度其實就2012年就先落成嘅。呢個位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接待處頂層嘅空中花園，設計靈感融合新舊建築同埋森林自然環境，混凝土簡約嘅設計，配木石材，平台呢冇遮擋維港嘅天際線，營造出寧靜嘅世外桃源。我第一次嚟呢度，真係唔係講笑。我第一次上嚟呢一個空中花園咯。即係你對住哇呢個超 A 級甲級寫字樓，買個三文治喺度食，喺度食一個麥當勞，曬下太陽。你係麥當勞，我係三文治。嚟呢度。呢度仲有㗎。呢度咪有路軌咯。呢個成個地方嘅建築設計都係幾摩登嘅，咁但係咧喺摩登入邊咧，佢係保留咗啲好傳統嘅一啲或者好有歷史意義嘅一啲建築。我哋喺我哋嘅左手邊咧，其實就係軍火工場啦。哇！軍火工場聽到好似有啲驚喎。其實咧，佢就係喺1868年嘅時候咧，英軍咧就喺金鐘呢度咧就係起咗個域多利軍營。域多利軍營嘅軍火庫咧，其實就係喺呢個位置。去
去到2005年嘅時候咧，亞洲協會咧就重建咗開始重建呢個地方，活化咗呢度。都算係活化啦。幾有趣嘅就係佢喺興建嘅途中咧，就發現咗有4支可能係以前留落嚟嘅大炮。會唔會就係嗰幾支啊？呢度仲有一個軍火庫，不過當然係遺址啦。維多利軍營軍火庫呢一個古蹟建於1843年，作用呢係用嚟混合、包裝同埋儲存火藥，然後再分發俾成個香港去做防禦。去到80年代嘅時候就荒廢咗，係全亞洲唯一完整殖民軍火庫遺址。睇新聞啦，咁就話咧，原來咧呢度附近咧係有果蝠啊，即係蝙蝠嘅其中一種啦。就又喺度棲息。咁為咗保護呢個生態環境同埋呢個文物啦，亞洲協會係起嘅時候咧，就決定要改圖則啊，咁就令到佢就再要進一步推遲落成嘅日期，咁就有去到2012年先落成，就用到而家咯。日文嚟嘅喎，咁另外下層咧就係叫做果蝠橋，咁就係頭先講緊嗰條蝙蝠係啦。咁過咗呢條康本橋嚟到呢度咧，就會係以前一啲軍火庫嘅一啲遺址啦。咁我發現其實好似好少人發現到呢個地方喎。咁呢度其實係好多嗰啲可能電視劇啊、MV 啊都喺度取景嘅。咁其中一套都令我幾印象深刻嘅就係那年盛夏我們一起綻放如花。咁其中王丹妮就係呢度取景嘅部分嘅場景，咁所以就都幾特別嘅呢度。咁頭先講緊路軌啦，我諗都係真係100幾年咯，85年都有喎。停下先。其實都係軍事地段啦，海軍界石就係代表我呢個地方係屬於海軍嘅區域啦。眼前呢4嚿就係保留咗嘅海軍界石，修復嘅時候呢，掘出咗7塊，而剪出咗4塊，係用花崗岩製成嘅，見證咗香港海軍地段嘅劃分。全港曾經有114塊，而家僅存呢得返8塊嘅啫。界石係殖民時期嘅土地界標石，用嚟確保防禦嘅基地邊界清晰，亦都極具歷史測量價值。嗱，今日你搭地鐵嚟到金鐘，或者搭巴士嚟到金鐘啦。咁金鐘英文係咩啊 Admiralty 係啦，咁 Admiralty 咧就唔係 Cam 涌啊、Golden Clock 啊嗰啲咁奇怪嘅，即係好港式嘅英文啦。點解咧？點解叫 Admiralty 咧？咁其實咧頭先你影過呢個嘅海軍界石，其實 Admiralty 就係海軍總部嘅意思。咁亦都代表住呢度以往曾經就係皇家海軍嘅基地咯。咁所以 Admiralty 就係都係一個好充滿英殖民特色呢個地方名咯。feel 到。完。之前喺下面睇過啲 exhibition 咯，不過就冇上嚟。真係嚟過嘅，你係真係嚟過，我記得。不過唔知落唔到去果蝠橋。應該得啦，佢有條係咪有條樓？有條橋啫，唔係喎，唔係啊，應該係要落一層。我等陣過去望下咯。啊，呢度有。真的可以下去哦。真的假不了啊，假的真不了啊。哇，好似啲日本建築啊！就係叫 Yasumoto。有啲似日本某一個教堂。東京。佢咪有啲咩光之教堂、水之教堂？佢有一個教堂係呢啲灰泥牆。幾靚喎！係咯。呢個叫咩啊？來賓水資源。sorry， 來寶水資源。嚟，我呢條就叫做果蝠橋，上面就係康本橋，呢度就係果蝠橋。哇，真係好神秘啊！呢度係咯，真係超神秘啊！但係呢個位係金鐘咯，但係你望住呢個甲級商廈，然之後你身在一個無人之境咯，即係呢件事嗰個對比係超大。而且呢一度仲代表住保育嘅精神，花園連接康本橋同埋果蝠橋，為咗保護二戰嘅時候掘出嘅4支大炮同埋短臂果蝠嘅棲息地。據聞呢，黃昏嘅時候呢，仲有果蝠飛出嚟，成為咗自然奇觀。
哇，好寧靜喎呢度。係好靚。哦，呢度搞 banquet 嘅。係啊，exhibition 啊，團體活動啊嗰啲咯。哦。入唔入得去咧？其實頭先好似冇喎，係嘛？格調 lift，點解係格調？你講下。個格調。因為佢用嘅木啊，唔係喎。唔係喎，但係佢用不鏽鋼織出嚟。係咯，啲格調咯。劉明偉火藥蝦，冇開，即係人哋 office 嚟。定係唔係呢邊有啊？但係啲風扇開晒嘅。都有話我唔清楚，算啦。誒，大炮大炮，喂，小發現，小發現大碌大炮，大發現。今日金鐘站嘅前身其實就係叫以前就係海軍泊船嘅地方，海軍船澳咯。誒，又有啲劉明偉火藥鬼啊！咦？呢度都有喎。有呢個劉明偉火藥鬼，我哋用字正確。OK。哇！佢無限延伸嘅喎。而且佢呢一度仲保留咗當時嘅火藥軌，用途呢係用小型軌車嚟到運送火藥、炮彈原料同埋製成品嘅。呢一條呢唔係長途鐵路嚟㗎，只係限於喺庫內嘅地方，因為安全優先啦，所以避免運送時爆炸。至於點解叫劉明偉火藥軌，係因為2012年修復之後，劉鑾雄以佢嘅兒子劉明偉去命名嘅，紀念佢捐資去資助呢一個項目。呢度一出，走哇！有個庭園古樹啊！咩啊？庭園古樹咯，就係呢棵啊！係啩？哇！啲根好勁啊！不過我覺得港島區有個特色就係啲樹咧，好中意依附喺啲因為歷史牆嗰度係啊到山因為咯啲牆本身都好舊式啊嘛，咁我哋全部都可能係100幾十年嘅時候，好靚。好靚喎！但係而家就係、喺西環嗰啲地方就係斬啊！斬咯，即係反而係意外成為景嘅時候就俾人話斬咯。哦，呢幾個屋頂就係頭先嗰個軍火庫嘅頂。A few moments later. 咁我哋而家咧就去一個有場纜車站，即係大家可能平時搭纜車咧，山頂纜車啦。一定係上山頂。冇錯，係啊，就上山頂啦。即係你落永遠就係花園道到山頂呢個 area 啦。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冇發現原來，山頂纜車係有中途站嘅喎。嗯。係啊，咁我哋今日就去其中一個中途站睇一睇。就睇下咁就係叫有啲咩堅尼地道站。 OK 咁我哋可以睇下纜車啦，可以去。好啊。要嚟去。去。係咯，入去我穿過入邊啦。你想影下由德觀鳥園 Avery 啊，要影冇？好。識唔識講嘢？今日食飯未？今日食飯未？今日食飯未？仲有區域市政局嘅 logo。點解我諗起侏羅紀公園？有隻啊！原來係木瓜嚟嘅，定芒果？我以為鸚鵡添。我以為係。又唔係好驚人喎，幾勁。對慣咗咯。同埋好似都食你想摸佢？食好份好啊！似乎呢隻雀都係咯，肥嘟嘟。係食好份好啊！呢度係嘛？香港公園以前係軍事訓練地，80年代嘅時候活化成公園。好出名嘅觀鳥園係1992年落成嘅，入面有80種鳥類，係全球最大自然飛翔鳥園之一。同動植物公園就好似孖公仔咁，兩個位置呢好近，只係隔一條路嘅啫。建築風格同埋景觀嘅設計都有啲相似，所以呢好多人都會搞亂，尤其是係遊客會以為香港公園係動植物公園嘅一部分。網上討論呢都話相似度好高，但係呢其實佢哋係獨立公園嚟嘅，亦都好適合互補去遊玩。
次見呢個，我都係第一次見呢個最新一代嘅山頂纜車。我都第一次喺呢一個角度去睇纜車，係。其實後啲就好特別喎。嗰邊就有舊嘅纜車，我打上去會睇嘅。佢幾耐？佢幾耐？我哋可唔可以好快上翻嚟㗎佢。我哋行嚟行去，而家不知不覺上咗好多條樓梯，跟住我哋嚟到呢一度係。咁啊，可能其實好多人唔知，原來山頂纜車係有中途站啦。咁我哋今日就帶大家嚟到其中一個中途站堅尼地道啦。俾大家望下先。係啦。會。係啦，就係呢度。其實好唔起眼嘅，同埋咧，我哋等陣 cut 翻去前面個鏡頭咧，翻完到纜車站就近在咫尺嘅啫。好啊，嚟啊！就而家即刻嚟。下邊咧嗰度咧就係花園道纜車站啦，係啦，大家已經魚貫地上車啦，咁啊準備開車啦，係咁啊上山頂啦，呢個後邊就，咁啊其實咧係可以中途站上車嘅，亦都可以中途站落車。係啦，不過你就要入手咯，就好似真係搭巴士咁樣入手，佢就會停咯。要入手。要入手㗎，係啊。使唔使大嗌有落？點大嗌有落？入邊有啲撳鐘落車㗎，係啊，咁我哋就可以睇下呢個嘅山頂纜車點樣上山啦。山頂纜車係亞洲第一條地面纜車。香港開埠嘅初期，啲人呢上太平山係用轎去上山嘅。於是呢，喺1881年提倡起纜車，最後呢，喺1888年5月30號正式啟用，全長1365米，車程大約7分鐘。早期嘅時候呢，仲有分頭等，亦都有港督專用嘅座位。喺戰爭嘅時期呢，曾經停運，亦都喺日佔時期呢損毀過。嚟啦嚟啦！咦，咁樣佢會以為我哋要上車？唔會啊，係啊。而家呢個係最新一代嘅山頂纜車啦，係綠色嘅。山頂嘅朋友，呢個就真正係山頂嘅朋友。去山頂嘅朋友，大家好啊！山頂纜車全線呢有6個車站，由中環總部起步，直達山頂總站。途經呢有4個中途站，分別係堅尼地道站、麥當勞道站、梅道站同埋百家道站。而中途站只會喺乘客撳鐘嘅時候先會停。而家新於嘅堅尼地道站旁邊就係堅尼地道。平日人流就唔多啦，環境都相對寧靜，同極度熱門嘅山頂總站呢，形成咗強烈嘅對比，亦都被譽為遊客睇唔到嘅纜車秘境。咁如果你要以前咧就入手，而家就好啲啦。如果你要截車咧，咁而家就撳掣就得啦。就喺呢度撳啦。係啦，咁你要上山咧就撳上。係啊。落山咧就咁落咯。係。會講廢話咁樣。係啦，哇，又貴咯，哇，落回108蚊啊 ！Oh my god！據聞咧，你想分享下關於12號 A 城巴嘅故仔係咪啊？嗱，今日大家嚟到講到啦，即係如果你搭巴士嘅話，其實好大機會搭城巴啦。今日會有城巴出現咧，咁其實可能後生一輩嘅朋友可能未必知道，90年代之前咧，其實係有一間叫中巴嘅巴士公司。當時中巴喺80、90年代咧就經營不善啊，咁咧佢其中一條想放棄唔做嘅路線就係12A，咁就由金鐘去到麥當勞道，咁就經兜會圈就經堅尼地道翻中環大金鐘呢個地方嘅。於是就嚟自英國嘅城巴咧，咁就入標希望搞12A 呢條路線。咁於是城巴就中標啦，咁就接手，佢就由以前一啲冇冷氣嘅巴士，好劣質嘅，又冇即係又就一下子咧就會成一啲好靚嘅冷氣雙層豪華巴士，就成為咗城巴嘅第一條巴士，即係專營嘅巴士路線。當時大多數嘅路線仍然咧係用緊非空調嘅巴士，
所以城巴提供咗豪華冷氣服務，司機呢仲會着恤衫打呔，展現咗專業嘅形象，令到乘客呢享有前所未有嘅舒適體驗。就係咁，城巴就跑出咗，成為咗嗰陣時全港好主要嘅巴士公司其中之一。係啦，咁就城巴嘅故事就係嚟自堅尼地道同埋麥當勞道呢個地方啦。咁有機會大家就搭下呢條12A 嘅路線，跟住其實喺香港巴士路線嘅發展都係一條好重要嘅故事嚟嘅。嗯。睇下去邊先下一站？幾年啊？你應該係唔係喎？睇點去先？